大圣来生传的圣诗，咱来看圣诗第221首。圣诗221首，主我上帝，天要称赞。这首诗歌应该是伫古圣诗嘛有啦吼，但是咱应该较无熟，所以咱对头来念咱的歌词来念一遍。来，请主我上帝，天要称赞你。你所行的奇事，伫正圣道聚会中，愿你信实不有来第2节，空中写人话比你，正人是你囝类，上帝极大，威严无比，万民应该敬畏。第3节。万军的主，至权上帝，权能实在极大，海中大水受你管制，你予风影拢煞。第4节，天顶属你，地也属你，万项是你造成，南北是你创造地基，山也称赞你名。第5节，主。你圣手有大权能，耶权保护正义，主爱信实，以你公平，是你宝座地基。好，咱对头开始，主我上帝，天要称赞。来，请。主我上帝，天要称赞，你所。我上帝，主我上帝，天要称赞你所行的奇事，你正圣道聚会勇敢，愿你信实不第2节，空中下人。开始礼拜时阵第1首的诗歌吼，来看第2位的圣诗，第2位圣诗是229首，我把吞论听候上帝。这首歌我想大家拢真耳熟能详，拢真熟的一首圣诗，咱会请琴来弹一遍。吞论听候上帝，把5万外主，以阿天空听我祈祷，所求伊有许事。来，我把吞论来第1节来请。我吞论听候
唱。我的上帝，你心之意，我的最快乐，你的恩爱在我心内，愿我最意落魄。第五节，我的公义为把温堂，我心的模样，你的心事情久为阮，公天的爱回中。好，咱准备心来开始今日的礼拜。请安静，同心来敬拜上帝，奏乐。
主啊，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，遮的山犹袂成厝，地甲世界你犹袂做食，对永远到永远，你是上帝。参甲来吟诗学乐上帝，圣诗221首，圣诗221首，请起立。这是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头胎，对在生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拉多仍然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路因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。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面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信共同的教会，信徒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甲用启应文29篇来应答上帝的话。启应文29篇。行为无通指责，即款人真有福气，听趁上主的教示。即款人真有福气，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春节？上主啊，我要专心寻求你。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。求你开我的目睭，我的心悲伤到要出去。求你，互我无行虚假的道路。求你，互我袂意爱虚假。伫患难中，我得到安慰。我受管教，对我有利益。我若是毋意爱你的律法，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你的话一个解释就发出光。
你的公义刷到永远。同心来祈祷，全能永活的上帝，天地的主，阮学了你，你是创造世界万物的上帝，因为你的慈爱，互阮来到这个世间，体会你奇妙的创造，享受你的恩典，阮感谢你。你的疼永远甲阮伫地，你小顺阮人有无共款的恩赐，会当互相帮助。透过遮个恩赐，阮会当有较好的生活。但是人时常骄傲，袂记得一切拢是你想赐的。阮犯罪离开你，生活自私，只有想着家己。阮的生活有剩，但是心内欠缺。主啊，求你怜悯阮，赦免阮，求你的心莫离开阮。阮若是我靠家己，永远生活伫罪恶中，袂当得到真正的快乐。阮感谢你，感谢你授赐耶稣基督做阮的救主，伊用伊的宝血洗清阮的罪，互阮得到新的性命，会当亲近你。有耶稣基督的救恩，阮心内有平安。伊的疼甲恩典是阮永远帮助。主啊，嘛求你教示阮怎样分享疼，分享你的福音。阮看见真侪国家发生战争，真侪人受伤，生活伫惊吓中。求你怜悯，赏赐和平。阮相信透过你的福音，会当改变遮的一切。求你互每一个国家的领导者有智慧、仁爱，互伤害会当得到医治，互人甲人会当彼此原谅、彼此接纳，互即个世界会当充满和平甲仁爱。嘛恳求主引带阮伫即个黑暗的世代中，互阮基督徒会当诚做光，活出基督的教示，愿意帮助人、疼人，为着别人祈祷。因为这疼的源头是对你来的，你的慈爱永远无煞。我嘛要为着今日的礼拜来祈祷，求你透过新学生的讲道，互阮学习你的教示，明白真理。愿你智慧的灵甲阮伫地。阮诚心拜礼以上的祈祷，阮即时嘛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声祈祷因讲。
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15章第21节到28节。新约马太福音15章第21节到28节。耶稣对遐出去，摕去到找路西顿的境界，拄当有迦南的妇人出因的交界，后着讲：主啊，代庇的好的，怜悯我的查某囝犯着鬼，真艰苦。耶稣无应伊一句，伊的学生来求伊讲，着甲伊去，因为伊伫咱的后面第后叫。伊就应讲：我奉册无毋是就阮以色列家失落的羊拿定。有一人来拜伊讲：主啊，帮助我。若是讲下囝日的饼迄互狗仔是毋合。有一人讲：主啊，对，因为连狗仔也会伫食因的主人肚骹加落的饼羊。对安尼，耶稣应讲：有一人啊，你的心大啦，照你所爱的，甲你做成。对迄时，伊的查某囝已经好。讲道，请老子甲神学生讲道，第8是放落家己，拄着圣业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你感觉经历过圣业的技术吗？这是拄仔好，还是上帝作为呢？伫咱今仔日所看马太福音15章21到23节，这段的经文甲咱讲，耶稣对耶路撒冷提去到吹罗西顿的所在，代表耶稣是伫市中心要去海边的时阵所拄着的代志。这个地区有可能是外邦人所住的所在，而这个地区阁出现一位迦南的妇人。这个妇人感觉家己足可怜的，因为伊的查某囝互鬼附身，伊赶紧要来找耶稣，伊需要耶稣的怜悯甲帮助来医治因的家庭。因为安尼，伊就伫耶稣甲门徒的后面直喊甲足大声的，但是耶稣拢无讲一句话。第23节所讲，这个门徒听到即个妇人直喊的时阵，毋知因是感觉伊足可怜的同情伊，也是感觉足烦的。虽然咱无法度伫经文中完全了解门徒的想法，毋过看到门徒求耶稣来医治即个妇人，互伊甲赶紧离开的态度，学者有2种解说。第二，希望耶稣莫帮助伊，赶紧互伊离开。伊对妇人的叫声已经挡袂牢啊。但是第二，嘛有学者讲，门徒的意思可能是希望耶稣赶紧来答应妇人的恳求。事实上，这个解说较适合，因为大法伫原文的意思是讲逃亡甲自由的意思。门徒可能期待耶稣赶紧接受妇人的恳求，医治伊的查某囝，安尼因就会当赶紧离开即个地区，莫阁亲像进前伫耶路撒冷拄着同款的麻烦。以上2种解说拢会当确出，门徒因希望大项代志，无论是叫妇人离开，也是希望耶稣医治伊，
拢会当照因所期待来行来发生。但是即件代志，耶稣的回应，互人料想袂到，也毋是照门徒希望的去做。耶稣只有讲，我受差派，只有是要找以色列家失落的羊。这只有伊伫以色列家的心意。耶稣要甲门徒讲，福音的使命总有一天会传遍甲外邦人的所在，但是即马也毋是时阵去做的。而且正正爱先照上帝的旨意去行。耶稣伊了解伊的意向是爱完全顺服上帝，所以是毋是耶稣真正对妇人人遮尔无情呢？对马太福音的作者来讲，耶稣论到遮，并毋是出自无情无义伫，颠倒耶稣是要甲是门徒，互门徒知影，耶稣的工作是会受到上帝的限制，毋是家己想要安怎就安怎。伊所行的生业意思，拢无是求家己的利益，是出自对上帝旨意的顺服甲带领。耶稣所知影的，甲伊所做的代志，原则拢是根据上帝意向的来行的。故事出现一个改变，就是伫25节到28节，当妇人人搁一摆拍伫耶稣的面前，追求耶稣帮助的时，耶稣甲妇人人中间的对话，成做新约发生的关键。妇人人无因为耶稣常常无讲话，就放弃，甚至妇人人对一开始想要互耶稣来注意，伊就大声喊来庇护的灵敏我，但是到尾伊直接来追求伊面头前的耶稣，用拍落的方式来恳求上帝一直发生。耶稣虽然有可能原本是为着是要教示门徒，所以对妇人人一开始拍败的恳求应讲，袂当摕婴仔的假面献互狗仔食，但是出自妇人人对耶稣回应讲，狗仔嘛是有食主人桌顶落来的饼样仔。妇人人表达的意思，有可能是就算是一丝仔，狗仔嘛会愿意食。妇人人想只要伊的查某囝会当好起来，就算是一点仔嘛无要紧。所以耶稣最后成全伊，嘛肯定伊的信心。咱会当讲，即个妇人人的信心真正有够大，但是咱嘛会当知影，即个妇人人真了解家己的能力无够耶，伊需要耶稣的帮助，伊接受狗仔的譬如，但是伊对耶稣讲的话，毋是要甲耶稣冤家。妇人人是放落家己心内对耶稣负面的想法，因为伊知伊对查某囝的代志袂当做啥物，伊也无对耶稣怨叹上帝是无公平的。颠倒，妇人人接受伊无法度
改变伊是外邦人的身份，但是会当努力得到医治的机会。即款坚持，甲无放弃对耶稣的恳求，得到主耶稣的应允。有学者讲，有灵人有两个对上帝的认捌：第一，伊认同耶稣对以色列的使命；第二是，除了安尼以外，伊嘛知影这毋是耶稣使命的结果。所以耶稣称赞伊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伊所爱的，甲伊做成。有灵人所经历的生涯，若是伊个人的事，也则是查某囝本身的代志，伊是规个家庭的改变。耶稣是互伊甲伊的查某囝拢总受到偷望，伊的查某囝袂顾互鬼附身，伊家己嘛无因为耶稣来受苦啊！查某囝无因为查某囝来受苦啊！看到遮，我真欢喜，我真介意有一个牧师所讲过的，生涯将来毋是意外，伊是有一项目标才会发生的代志。即款力量是要安怎来呢？就是伫有信心、期待的所在，能力就会投放出来。若咱嘛认同教会是一个大家庭，咱嘛同心咧去做耶稣的身躯，就是教会。若是经历生涯，爱有意向甲目标，我想以咱现在教会的目标，我相信更长的时间，会是咱会当做伙来经历上帝生涯的时刻。咱嘛会当参加22月的野外礼拜，因为伫咱会当看到咱的教会过去148年久有马街，阁有每一个有使命、有意向、有目标的人，因拢无断咧追求主的旨意，伫即个使命中间一直去做经历上帝作为，若无就无今仔日遐尼侪人的上山教会，这是上帝祝福。有时阵，咱真正需要放落家己的期待，也是咱所想的。其中上重要的是，爱一直祈祷，甲有实际奉献的行动，来看见上帝爱做成心思伫咱的教会。若讲厝内啥物人爱得到头望、自由，甲主的医治，我想心灵送向肉体软弱的人，敢若只有伫主的厝内，才有办法得到医治。这就是咱的教会，上山教会。咱拢会当得到上帝互阮的自由甲头望，甚至会当祝福咱的社区。今仔日我插播一下，我今天很开心，在礼拜开始前看到光明之子的一个孩子来到中间，那传道也邀请他到下面的主日学，非常感动。
在这里，我也用中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我妈妈教会的故事。在我妈妈成为牧师，开拓在客家中会开拓一间叫得胜长老教会。我记得就是那年，就是在前年的11月份，就是好不容易教会有30个人，这是我们的教会，对，好不容易有30个人可以升格堂会的时候，我升格堂会也会有新的挑战，那也因此呢，也是不断的在祷告里面，为着下一年度的事工在祷告。我记得那一天，有一个人来到我们这个升格堂会的礼拜，他为我们教会奉献。在礼拜结束之后，我妈跟我说：“哇，那个是一张支票，然后呢，上面写着60万。”我想说，哇，真的是感谢上帝垂听了我各种的担心跟就是紧张，他垂听祷告。这样子，在于明年的事工好像就不用这么的担心，我还因此很感谢神。但是到了礼拜1的时候，我妈妈她接到了一通电话，电话的那一头呢是房东打来的，而且他告诉我们说，他要把这间教会卖掉。在我们过去其实9年来都非常稳定的在付租金的情况下，也没有想到会在这么庆贺的日子遇到这种事情。可是我觉得真的是上帝的恩典很够用，因为就是这一笔奉献，再加上过去建堂基金所存的费用，不多不少，就是刚刚好，可以购买这间教会的头期款。这也是让我其中一个经历到，很多时候必须要在教会里面放下自己的想法，或者是所期待，或者是在我所掌控的情况下，这个是上帝的作为，也是上帝的心意。其实，伫礼拜牧师分享摩西的祈祷，嘛提醒咱，虽然上帝毋是逐项拢照咱所讲的、所想的成就。但是只有上帝才知影啥物是对咱上好的，相信咱会当透过每一工祈祷，互咱会当继续经历伫生涯的发生。嘛，今仔日会当伫上帝厝内，上帝厝耶稣的身躯，阁是咱的教会有共同的目标甲使命，有实际的行动。上较重要的是，爱对上帝有信心，放落家己的想法，做伙来经历上帝伫咱的生命中，甲咱教会最佳的心业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你互阮稳定拢招庇，你望阮的儿女献上感谢。虽然即个世代因为人的自我中心，袂得主的稳定，行伫罪恶中，主啊，你要搁来拯救悔改相信主的人，只要阮放下阮家己的眼光，对照伫耶稣。虽然有足侪问题甲挑战，伫族群也是伫国家的受分，拢因为主的疼，会当来好好，互和平伫一切的中间，互阮看见你以上是要来去做教会，来传扬你的福音，互阮的信心亲像橄榄。有灵人为着要伊伫伊的
互贵负心的家儿的查某囝。四个狗当做活狗来医治，主看见富人人的信心，也得到耶稣的成全。恳求主，互阮有共同的眼光，顺服主你的旨意，准备去做的材料，用心出力，用奉献来同心合意，希望去做教会。也互阮知影主的恩典到也万用，也互阮靠信心来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。感谢主，阮拢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求。阿门。请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句。请做伙来读两摆。各凡所做的，也是讲，也是惊，拢着伫主耶稣的名来做伊，也对伊来感谢父上帝。哥罗西书3章17节。各凡所做的，也是讲，也是惊，拢着伫主耶稣的名来做伊，也对伊来感谢父上帝。哥罗西书3章17节。大家来吟诗回应上帝话，信诗209首，209首，请起立。请坐奉献，请谢秀雅技师、吴慧芳技师、陈秀娥技师来统计奉献。
请起立。请坐。消息报告：教会内顶新书者圣诞特刊每份50块，爱订的兄弟请伫1楼公布栏登记，登记到今仔日为止。宣教组甲事工组要伫12月24号礼拜二下晡1点到5点要举办圣诞节联合事工。爱松山分享爱，为着要举行预备，欢迎兄弟摕无使用过的物件来，从今仔日起，收到12月16号礼拜六为止，请牧师补充报告，甲介绍新来的人客。好，咱先来欢迎今仔日来到咱中间的姊妹林苏翠晴姊妹，欢迎。请坐。好，这是咱来祈祷，吼，咱嘛特别为着咱的兄弟，吼，齐圣兄，伊伫拜五蒙主恩调，咱嘛恳求主保守伊厝内的人，吼，咱嘛来为着集体来祈祷，清真兄、信实姐、扎实正兄、慧玲姐、明泽兄、北丁老娘、玉秀姐、秋菊姐、阿卡姐、西江兄、邓妈妈、金生兄、道明兄、明珠姐、俊成兄、赵雄兄、应轩、张老师、龚基姐、南旗红长老伊里、苏梅姐、方梅姐、谢丁兄、明理姐、阿菊姐、各湾兄、幼庄兄、李雀老师。吼，咱嘛为着要伫大院的庆福兄，吼，伊即是伫普通病房，咱恳求主也紧紧来医好伊。咱嘛为着怀孕的姊妹配营甲婉营来祈祷，互恳求主保守，互因甲因腹肚内囡仔拢有平安，拢健康来成长。嘛为着咱的建堂的事工来祈祷。咱嘛为着世界、台湾宣教师伫各地的服侍来祈祷，特别伫世界咱看见伫乌克兰、伫以色列加沙地区的战争，咱嘛恳求主的怜悯，互咱即时开喙来为遮的事来祈祷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你互了阮成做一个信仰的团体，互阮会当伫内面来彼此学习，互相相听，彼此宽容。有欠缺的，阮互相帮衬，互相带导。主，阮特别为着阮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带领，伫病厅中间的兄弟姊妹，主恳求你医治因，看顾因，
特别为着庆福兄来祈祷，伊要伫病院，主恳求你保守，互伊会当得到好的治疗，紧紧来恢复健康。我也为着阮的兄弟饲算伤因厝内人祈祷，伊突然间失去因的亲人，阮相信安尼内底的悲伤一定毋是阮所会当理解的。主恳求你的神就安慰因，辅助因。伫了后，才会个别礼拜所有的事的顶面，恳求你助力，诚做因的帮助甲扶持。阮也为着教会来祈祷，阮的逐样的宣教事工，也是阮的建堂的事工，恳求助力引带带领。阮也要为着阮的各地的宣教师来祈祷，主恳求你扶持这宣教师，互因所做的会当得到主你的帮助、你的照顾、你的保护，也为着阮的教会怀孕的姊妹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配因甲原因，互因甲因腹肚内囡仔拢会当得到主你的帮助，互因健康来成长。主，阮也要为着伫战争所在，以色列也是伫乌克兰遮个所在的战争，主恳求你会当来扶持，帮助遮个国家的领导者，享受因真正的智慧，会当放落家己来超找你。主恳求你来带领阮全世界，特别阮看见全世界的气候拢有极大一个变迁，主愿恳求你也帮助，因为真侪人因为安尼气候，因的生活拄着真艰难，主恳求你就辅助因，看顾因，也为着兄弟姊妹，阮未来新的一个礼拜来祈祷，恳求你，互阮毋但顾家己，也互阮会当互相体贴，互相扶持，彼此带导，阮将阮家己献伫主你的手里，恳求主你来使用阮，互阮伫逐所在为主做好的见证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即时来因信息395首，信息395首，因死了，请陈牧师来祝祷，请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